来关心这几年，咱台湾和捷克关系真好。2019年的时，伫捷克的台湾人因为成立捷克台湾协会，伫遐办中文学校举办文化活动，互台湾人会当互相照顾。这个协会嘛是国民外交的第一线。因除了开中文课，即马嘛渐渐出现，希望开台语课，也是办台语活动的声音。严格的台语资源有较欠缺，所以嘛较恶办。透过台语新闻的镜头，带乡亲咱同齐来关心捷克的台湾人，想要传承台语，因拄着什么困境？伫捷克的普朗家有一个主要由台湾人所成立的捷克台湾协会，为着要互台湾人伫遮会当互相照顾、互相交流，所以咧，因伫咧2019年的时阵成立这个捷克台湾协会。若即马咧，因伫这个所在，原来办各种的文化活动，甚至咧也有办一个 Prague 正体中文学校，咱来看卖。有时候他们会学什么去彰化海边玩啊。然后我觉得超好的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。伫协会的中文学校者有坐一讲课书，推动学校成立的会长齐凤婷，伊表示囡仔拢真介意和台湾自然、人文环境有关的内容。但阵有带囡仔到台湾亲身体会到的时，因就会对台湾感觉愈亲近。伊讲当初是为着要互伊的囡仔有中文的学习环境，才来成立非营利学校，嘛参考真侪其他国家的教校的经营模式。学习是需要同侪的。这样子的效果是最好的。那他知道有一个人跟他一样需要写中文作业，或者是有一个人跟他一样有妈妈或者爸爸是来自台湾的人，所以他也会有一个归属感，他不会觉得那么孤独。学校有针对囡仔甲大人开中文课，嘛会办读册会，邀请不同专家来演讲，阁会办一寡文化性的活动。齐凤婷希望用这个社会参与，互捷克的民众愈了解台湾，嘛算作是台湾人伫捷克的国民外交。需求或是询问说，你们有没有活动，有没有关于台湾的文化工作坊可以参加？所以我们时常会为了我们的捷克朋友们，举办一些可以亲近台湾文化的活动。时间久来学中文的台湾囡仔和捷克人拢有增加，嘛有招中文共学团的家长，豆豆嘛开始有对台语有兴趣的人在问讲，敢会当开台语课？协会成员表示讲，要伫捷克找到教台语的老师，也是要招共学团，拢有真大的困难。因为我们从小会跟阿公阿妈讲台语，所以我其实也还蛮想要把台语加进，就是说他的生活里面。那目前因为他还就是2岁，所以还在考虑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接触台语。协会成员嘛指出，有当时是家己台语无甲练转，毋那是师资硬吹。另外，目前大部分的台语教材绘本等等，拢是针对台湾人设计，适合因囡仔读的，也是适合外国人的，也无介多。伊嘛毋望未来会当有愈侪这教学资源，互因伫咧捷克嘛会当为囡仔创造台语环境。记者卢尚珠、柯炳哲捷克报道。